你也别了，你就说那了，底下不说别了，不要人家发面了。你去可以叫他老米子别了他那再说，哎呦那红新年呢，说嘛呢，红嘛新年呢说嘛嘞，啊对嘛要在面呢嘛细细面呢，你不一样的，哦回路了嘛，回路了呢，那回路来呢，他们呢全就说过天那他们说过，天那了天那。我说过，人家那边老板，这边那不说我们新疆学有掉的，在这年嘞，就说俺那几脚这年嘞，你手上个国境新疆干少年嘞，后拿钱嘛到后头也干的好，就说不毛了，俺不说干不了了。那就来没了，那没来。我说了明年了。哦，因为我说了没。有关系不？新疆个那。我们新疆没说。那就不可能了，说这他个那。没说过你，俺家说这那为伢们，要喊他们喜欢的，我们新疆去，一说就要叫，一说就要个你们新疆干，说明年要喊他们喜明年，是吧？那就说过，我们这么家就说不年好了嘛，也说不年，第一了，差不多了，那有没节目啊？那我又来了嘛，过不了了，有没节目啊？了，